大家好，我係 Chris。而家10月，大家都諗緊未來2、3個月出去外邊滑雪，去日本、去歐洲滑雪。但係有冇考慮嚟國內滑雪？如果未嚟過，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，因為現在國內嘅滑雪場嘅配套設施唔會差得過日本、歐洲，有些滑雪場更加先進同埋設備係完善過日本同埋歐洲。好似而家新疆已經可以開始滑雪啦，10月有冇諗過嚟呢邊呢？今次我想介紹俾大家咧，就係喺河北省張家口崇禮區嘅滑雪場。點解要介紹大家嚟呢邊滑雪呢？原因好簡單，呢度有8個滑雪場，同埋嚟緊佢係可以開始滑雪啦，喺10月底。呢邊嘅配套咧係十分之完善嘅。最重要咧，由香港過嚟呢邊咧有幾個方法。首先喺香港直接搭飛機去北京，跟住喺北京可以打車入嚟，又或者坐高鐵入嚟，個零鐘就會到噶啦。第二個方法就喺香港坐高鐵直接去到北京，喺北京再坐高鐵入嚟呢一度，咁大約咧係10個小時就到噶啦。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喺深圳機場直接搭飛機去張家口機場，喺張家口機場過嚟1個小時就到噶啦。呢邊咧，因為4年前有冬奧會，所以咧佢呢邊投資咗好多錢嘅滑雪場係好完善。如果大家有嚟過咧，就會知道呢邊嘅滑雪場係設施啊，所有啊，東西啊，都係全部係新嘅。加上呢邊係可以合適到你哋滑雪嘅玩單板啦、雙板啦，無論你係玩公園啦、carving啦，都有一個滑雪場一定係可以適合你。最重要係性價比係真係好嘅。呢邊嘅滑雪場嘅住同埋滑嘅套餐，基本上係可以300一個人滑1日，同埋住1晚1個人啊。咁呢度即係等於係大約700幾800蚊就可以2個人玩1日同埋住1晚。有啲酒店咧直情係1200蚊2個人滑2日住2晚，所以呢個價錢根本係日本、歐洲都俾唔到你嘅。最重要係實際嘅距離都唔係太遠。你諗下香港去北京，再北京入嚟，希望大家可以考慮下嚟呢邊滑雪。我咧就會而家開始都喺呢一邊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嘅資訊同埋有更多嘅嘢想知道，你可以私信我，我可以話俾你聽。我喺呢邊等大家嚟呢邊滑雪。點關注不迷路。